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学吧》。今日民族来到苗栗嘅公馆，一下场嘅就睇到稻香嘅泡菜味咧。你看呢大邊全部都係泡菜耶，加還有當當年度嘅晒，安樣嘅晒呢？嚟老外，跳下嚟呢看哦。Hello， 大家你好，大家你好，哇！有香嘛？稻香誒，我一下車就睇到呀嘅泡菜真係稻香，而且啊苗栗公館嘅泡菜當有名誒。係啊，係啊。然後你買落晒啊，看到安東年都係無限。那個芥菜，芥菜，然後醃製變成酸菜，酸菜之後拿來曬，曬變成這個福菜。在這邊要曬幾天的時間可以拿來？這過程是要看天氣，如果是那過程要3次到4次過程，曬一下又要收起來，曬一下收起來，這房子又要隔了2、3天，2、3天之後給它發酵，發酵之後又拿出來曬。而且頭擺啊都係曬泡菜㗎，係沒用暗光。暗光也給以前是用暗光，佢較細隻，遐都用安尼塑膠桶較大隻嘅呀，裝落較多做啊。而且啊，曬呀嘅泡菜，曬這個福菜，最有趣的就是像現在這個時候了，就是呢，開年這次啊，叫下來，然後給用當都球球妹妹安尼哈，好不好玩？就是一種文字，純粹一種鹽巴，你看沒有什麼東西，就是鹽巴。我們的鹽巴就是當做防腐劑。所以的福菜就是純粹鹽巴而已。對，其實你知道客家人的智慧啊，很多都是在這個醃菜跟醃肉裡面藏着很多古早的老智慧在這裡頭。Hello， 今天看到我們客家人做的福菜，應該讓你食指大動吧？這時候，讓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單字哦。第一個看到就是福菜，福菜，福菜。第二個看到就是醃缸，暗缸，暗缸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苗栗公館的福菜很有名。苗栗公館嘅泡菜當有名，苗栗公館嘅泡菜當有名。下一次記得去苗栗親自來體驗看看哦。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